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举行联合军演，官方公开相片内面头一个看到台湾用观察员身份来参加。金门、厦门之间有人违法饲蚵仔，有业者用中国渔船来采蚵仔，已经变作是公安空棒，海巡和金门县政府等来处理。2年前有外国人用假本甲树林珠含叫门神费，还罚伊判赔15000块，被收复爱开2000万，庙方要提出民事赔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8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美国的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举行联合军演，邀请真侪这太平洋的民邦来参与演习。官方公开相片内面，头一届看到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而且代表台湾出席的就是现任空军司令部飞混部指挥官吴家兴。有学者认为讲，这也显示台美军事交流变搁较密切啦。美国太平洋空军最近伫阿拉斯加举行红旗阿拉斯加联合军演，邀请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多国空军参加。然后官方公布相片内底，头一摆显示台湾也参加。各国军方高层伫美军战机头前，大家斗阵翕相。其中画面上倒边无穿军服的，就是代表咱国出席的空军司令部飞混部指挥官吴家兴。美军官方网站说明，伊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根据了解，吴家兴小将不担任驻美军事团的武官，也伫美国接受 F-16飞行训练，甲美方的互动良好。原来即摆咱国参演美方的演习真罕的公开，学者认为讲，凸显台美军事交流更加紧密。其实我们过去这种演习多多少少都会参加，那可能只是因为双方基于默契等等原则都没有公开。那现在美方罕见的就公开默契，达到某一个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可能美方他有刻意有一些政治用意，表示说台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逐渐的紧密。国务部长顾立勇17会见率团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也表达希望台美继续深化交流，共同创造区域和平稳定。不过同时，自含美军雄雄伫官方的社群平台公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提升辖区内所有设施的安全警戒层级。这动作引发印太地区局势相关的猜测。不过，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明，就印太区域无具体威胁的情报资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整体安全规范，提悬警戒状态来确保安全。I think we should expect that the opening salvo in any conflict with a peer adversary, it's going to be aimed at our infrastructure. And our installations here in the homeland will not be exempt from such attacks. In fact, the first shots are already being fired in the form of cyber attacks, UAS incursions. 美军陆战队负责军事设施甲后勤的副司令斯卡伦卡伫联邦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美中对抗之下，印太区域依然是重点的战区。不过，武器高战区毋那只是伫第一岛链，因为中国的第一击会锁定基础建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本体伫今仔日要举行调野国安干部，毋过昨南北两党讲无要来，会期就跋倒进行。南北两党是搁再强调愿意对话，毋过总统府就爱有诚意。那总统赖清德也伫咧民进党的中执会表示讲，会期跋倒达成表示可笑，也表示讲政党会当竞争合作，毋过无希望对决，希望调野大家做伙来面对国家的挑战。前一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小连续拒绝参加。和总统府18原定第一摆举行的国安干部是宣告破局。核心问题点压力被三方的团委含对会议形式的认知差伤侪。我们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我们随时乐于跟赖清德总统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直接沟通。要的是对话。不是去听训话，我们要的是双向的沟通，而不是单向的简报。朝野要和，不要斗，不要每天拼政治，每天想要靠大罢免。要解决台湾安全的问题，是朝野共同用智慧来解决每一项我们面临的挑战。朱立伦强调讲，党秘书长吴建玲和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是拍拼沟通到上尾一秒，因为国民党希望调野会当先公开说明立场，但是府方是坚持专程关门。不过朱立伦嘛重申有诚意来做调野对话，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嘛伫中执会致辞的时阵，第一摆对无法度如期先会表达口笑，想透过国安团队对两位在野党主席进行说明，让他们可以清楚了解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情势。我始终相信，政党可以竞合，但不能零和。
政策主张可以不同，但对国家忠诚义务应该是一致的。罗总统表示讲，战斗之间无应该是零和，未来赶快希望朝野会当做伙坚定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制度。国安干部敢有机会来顶客，朝野关注对立的气氛之下，要安怎来拍破这个局面，拢搁要等朝野做伙来找出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伫这个礼拜五要来审定立委罢免案含投票日，若政党发起人赵少康今仔就宣布，这个礼拜六呢会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反恶霸造势大会。另外一方面，这民进党继续为立委宣布要设立资源大罢免高雄活动总联络处，要甲罢免韩国瑜的经验用来支持全台湾的公民团体。头一站就要去花莲。大罢免即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是毋是成案？中选会会伫20审定。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讲，爱团结反恶霸力量，宣布要伫中选会审定的期间，也就是21伫台北举行头一场的造势大会，包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代理主委陈时钦、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阁有台北新北几人侪为被提议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加上网络红人馆长，民众党也派人参加，体现国民党、民众党合作气势。不过，主场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加新北市长侯友宜拢无出现伫名单上，引发关心甲注意。应该要邀蒋万安啦，所以他出国啊，他不跑到巴黎还是什么？是到巴黎到出国，那蒋万安不在，那你说，因为是台北市嘛，台北市长不在，邀侯友宜来也有点怪怪的，而且将来我们会到新北市去办。好，那我收到邀请，我已经允诺了，这礼拜六我会到荣刑法院去帮他们助讲。那这个不是只有帮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我们是在抗议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所立的大恶霸。对着知影来势真凶猛，民进党支持公民团体，民进党立委区议员18宣布设立资源大罢免高雄活动总联络处，表示要甲2020年成功罢免韩国瑜的经验，复制到全台各地，头一站会到花莲。我们要透过大家同心协力，希望能够让头号战犯傅崐萁的罢免行动能够圆满成功。大罢免路线是愈来愈热烈，民进党锁定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傅崐萁，另外对着花莲控诉控3地动，呼吁强化大楼拆除进度无进展，有灾民工向官府提出诉求，去向大标签强制罢免团体。我们真的一直在找县府，但是真的都没有获得一个正面的回应。县府对我的言辞有一些感觉是不满啊，或是帮我抹成会是罢团团体的成员之一。那么在今年的1月10号，这个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正式发文同意双方合作的一个方式由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来代办这个拆除的工程。官府讲，呼吁强化大楼由中央国土署这边拆除，将整体拆除的作业由中央甲地方分工协力推动中。花莲地动灾害中建工所伫大罢免的讲法下，搁再引起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南市副市长这颜顺做的慢囝颜大军，去互指控讲伊对外宣传伊是总统乱称的客囝，4个共骗钱，这被害人造成自救回来讨公道。颜大军才会出现伫咧高雄的小港机场轰炸落来，昨半暝伫台南安平轰抓到，伊只违反这银行法诈欺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机场柜台前，这个查甫人准备要离境，互移民署查落来，伊是前台南市副市长颜顺祖的细汉后生颜大军，因为涉及假投资案，互检方认为监管对象限制出海出境，因为迄当时无区票，互伊离开。了后，颜大军的行踪成谜。17半暝啊，伊经过安平区某汽车旅馆附近，互警方逮捕。也毋过，伊拒绝夜间精神，一直到18才制作笔录。没有什么话要当被害人说的。颜大军甲父亲捌同齐出现伫广告扛棒，头含写台南市政顾问大力宣传家己的公司，凭着父亲正常关系良好，也对外讲总统热情就是伊的客户，涉嫌吸收资金1、2亿。至少5个受害者提告。我们下一步当然是要跟他，我们只是想要把钱拿回来，对啊，我们一直是想要这样的。正2代吸金等案，本大队于今年5月份已掌握此情资，并主动会诊各分局报案资料，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
丁伫总统府澄清，总统无受任何客件。颜顺祖最近较无出现政坛，伫地方诊所看诊，无愿意对后生涉案出面接受访问。最近伊透过手机简讯，表达家己的心情真艰苦也真忝，希望细汉后生面对司法也面对这款人。颜大军因为违反银行法甲刑法早期罪，向移送台南地检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昨透早6点外，高雄阿莲的连山二路甲永元路路口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一个30岁姓林的士官驶一台军用卡车被正弯的时阵，无让奥多派先过，撞到一对83岁老翁婆，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人受伤。17透早6点半，这台军用卡车驶伫阿莲的连山2路来到路口，准备要正过的时阵，因为无让直行奥多摆先过，军用卡车甲奥多摆相撞，地输骑奥多摆这对83岁老翁仔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受伤的是细陈的查甫人，目前无生命危险。当地民众讲，这条路平时的车流量真济，附近阁有砖头，出入的人车未少。虽然路口无大，不过伊认为设计无问题。应该无啥问题啊。我细汉伫遮啊，所以同款啊。我若出代志，应该无小心的啊。应该是无小心的啦。下来之后，我老公说：“哎，好像很多警察在下面，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救护车啊。”警察说：“你不能看啊，因为就是很多血啊，就这样而已啊。”对。这边会很常出车祸吗？还好呢。警方表示，赛车是30岁姓林的中士，甲骑奥多摆姓陈的查甫人拢无食酒，因为风采姓黄的查甫人当场死亡。目前姓林的士官因为涉嫌过失致死，已经向移送桥头地检署继续侦办。初步研判是林男驾驶军用大卡车右转时未礼让直行机车，致发生事故。详细肇事原因将交由交通大队后续分析厘清。阿莲事故已经是4天内第2件军用卡车意外，就是伫屏东有一台陆军的卡车甲奥多摆对撞，造成骑车的查甫人死亡。这摆是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军用卡车出代志，到底是军用卡车辅助行车安全的设备需要加强，也是士兵需要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空军司令部表示，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持续加强官兵的赛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观念。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永昌报道。同款是高雄阿莲有一间车厂工厂近来发生工人意外，这汽车公司来甲这旧气板要调走的时阵，却因为吊车的吊环断去，规支更做气板就跌落来，撼到这货车司机的头，当场是无喘气。送病院了后，目前有恢复生命现象。劳工局到现场勘查了后，认为这汽车公司已经违法，会依法给罚钱。救护车来到阿莲一间工厂外口，赶紧要甲已经被喘气的伤者送机急救。加在经过抢救，已经恢复生命现象。警方表示，这是一间车床工厂，受伤的姓胡的查甫人61岁，是汽体公司的员工。10月早起送钢板来交货，用天车吊挂钢板架时，技术吊环向断去，超过动半重的钢板架就安尼直接牵到伊的头，当场失去生命现象。119到场后，紧急将何男送往冈山秀传医院急救。为厘清事故发生原因，警方立即封锁现场，通知鉴识小组及劳检处人员到场处理。工厂员工私底下讲，汽体公司逐摆送钢板来交货，拢是因家己的员工操作吊挂的。代志发生的过程无人看到，发现的时阵人已经倒伫咧遐。现场敢若会当看到倒去的钢板架甲断去的吊环。劳工局校长柯查表示，汽体公司业者已经违法，将会依法处罚，上悬罚30万。初步调查研判，是雇主使劳工从事吊挂作业时，未选用适当的吊挂用具及采取正确的吊挂方法，以至于吊挂物飞落造灾。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将处以3至30万元的罚锾。因为出代志的是汽体公司员工，所以罚的是汽体公司。你车床工厂是毋是有过失？劳工局表示，佫需要针对设备部分进一步调查，后续会先协助受伤员工进行治疗，确保伊的职灾补偿权益。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永昌报道。来看这台中大理行透早呢，有一个42岁姓陈的查甫人，伊伫行头乱喊车，搁再举刀啊甲民众堵。警方接到报案，也去到嫌犯的厝内面掠着人。处处含着伤的人拢讲，含这个嫌犯无识无识，嫌犯已经去互警方移送法办咯。
监视器翕到42岁姓陈的查甫人伫路边行来行去，雄雄夜边仔点头的驾驶桶公车，佮随行去附近超商出手攻击69岁细数的查甫人，警方接到通报赶去现场。怎么了，先生？真少的啊，我买100分行遐贵呢，无甲拍。门口啊，我就看到了中年男子，全身都是血，站在阶梯前面。18半暝晚3点的时，台中市大理区益民路发生随机攻击事件。目击者讲，姓陈的查甫人若像食酒了后去撞人的车，佮举一支1公分长的刀仔攻击细数的民众，造成伊倒边的耳仔、脚趾片拢着伤，刀仔佮插伫伊的身躯顶。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半点钟内随去姓陈查甫人因兜家掠起来，苏当时伊的精神状况真歹。蹲着，蹲下。我不要压我会痛啊！蹲下。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无伤害人或者是毒品的前科，不过身躯有酒味。伊辩讲，迄当时假是有人要甲攻击，才会去撞车伤害人。记者互讲甲冒气，车主强调无熟悉姓陈的嫌犯。我们根本就也不认识啊！通知说是我们车被砸了。在大理区住家将陈姓嫌疑人查缉到案，全案尚在调查厘清中。警讯后将依法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专案照毁损甲伤害罪嫌疑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指示先甲嫌犯送去南投草屯疗养院强制就医。受伤的细数查甫人送病院甲刀仔摕起来了后，脚趾片有真大的空喙，也伤到肺部。手术了后送监护病房观察，保生命危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满道发生死亡车祸，行透早5点外，有一台乌色轿车撞到一对骑乌多摆小载的妈妈甲查某囝，这2个人是当场无喘过心跳，送病院了后也救不回来。这车祸原因，警方正在调查。规个涂骹拢碎片，车祸现场自惨惨，阁有2个人倒伫咧车路顶悬。昨暝透早5点外，满道一台乌多摆小载，骑经过新生北路要直行，煞去互一台乌色的车撞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2个女性拢已经被喘气，嘛无心跳，送去病院救无回来。是撞击声音很大，我在里面听到撞击声音很大。就是有一个女的，她就是躺在那个马路中间这样子。这出车祸是常出，嘛拢死人嘛过来啊！车祸过身去的弄死的可能有4、5个有啊啦。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有2名民众倒卧在路中，发现他属于乌卡。骑乌多摆小载2个人是一对母仔囝，54岁姓沈的查某人，在因85岁老母出门，若像是要去做菜，才发生车祸。警方表示，这个路口的青红灯无共款，伊伫暗时10点到加灯工早起6点是黄灯甲红灯会熄咧，可能是因为双方拢无注意，才会发生车祸。双光与闪光号志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驾驶及后座乘客2人伤重命危。本媒局将持续调阅路口监视器及行车记录画面，以厘清车祸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赛车的驾驶是49岁姓康的查某人，伊人无着伤，嘛无食酒。若骑乌多摆这对母仔囝嘛拢有戴安全帽。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车祸？目前警方也搁咧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屏东核三厂丁胖的公投案，准备8月23日要公投。对屏东县的议员是真不满，认为权益的问题不应该用表决的，伊也搁再批评县政府步也无紧。县长张春敏表示，伊的立场就是反对演绎，也强调当地未来25年的回馈金未有变动。恒春核三厂2号机已经正式停止40年的运转。停放再过3天，立法院就通过重启核三公投案，准备伫8月23要公投。屏东县议员洪明刚17即阵时就表示，权益问题无应该表决，也质疑县府拢无动作。哪有人安尼？屏东人，咱全国人来表决嘛，合肥了怎么办？无规日坑到洪明江因兜啦，赞成个举手，但嘛举手，就坑到阮兜呢啦，哪有人安种道理的啊？对不？权力问题不得表决，不要滥用民主了。我也反对说一个地方性的问题，那是全国来决定。县长周春米嘛针对外界关心的回馈金问题回应讲，就算核三厂停放，未来25年，恒春这4个乡镇的回馈金拢未变动，县政府也会全力支持地方建设。
不过在地里长表示，8月公投是一定要面对的。不管公投最后的结果如何，就算核酸厂要继续运作，希望政府要做详细计划甲安全的评估。立法已经通过了，是在必行至8月23号公投。人员也无够的时阵，你需要着核能的时阵，先进国家嘛较侪人咧用啊。但是你这个透明化、安全化，甲你的配套信息资料有够。坦白讲啦吼，每一人看拢无共。周春米表示，县政府反对延续运转的态度真坚定。核酸厂原底就是规划40年爱停，县政府拢遵照程序来行。中选会既然通过公投的法案，因嘛会尊重公投的结果。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看这台北的市定古迹树林珠涵宫的庙门，2023年去，互一个西班牙查甫人用假本去路甲破坏。这个画作呢是这画家陈玉峰画门神伊的作品去用破坏去啊。这法院才判这个外国人爱赔人15000块尔。庙方表示讲，遐尼珍贵作品是无法度恢复，若准备修复就爱开上清班。即卖也拍算要提出民事赔偿。庙门的门神画像明显落漆，并不是细怪分子，只是2023年8月去互人破坏。半暝啊，徛伫庙门前，用假本金蕉油来回路。西班牙籍查甫人当初这项举动，互彩绘图钉落漆，互提告毁损甲文字法，也毋过指控起诉毁损罪嫌。今晚法院判罚15000块，双方无上诉，专案定案。是我是很痛的，真的很痛。判下来就是这样子哦，没有办法，没办法修复，因为之前的用漆跟现在用漆是不一样的。红破坏的宫庙就是台北的树林珠涵宫，清代创建到当，作为当地重要信仰，毋但并列树林三大古庙，也列作直辖市定古迹。尤其庙门画作是已经过身的名师陈玉峰伫民国49年为门神。庙方讲古迹已经互毁损，将来要搁定做，如果爱开9000万，会替民事讨赔。到时候我们会做新的门，然后把旧的门到后面展示出来，当做文物。本府文化局为非公诉事件之当事人，依法不具提出再议或上诉之权利。古迹互珍贵损坏过去是定听到，包括台北的圆山追形社、麦风扑漆，宜兰的金岛碧螺社，这条也互恶意拆烧。台南的固定古迹、树殿武庙也互雕工画图。相反，已经互以文字法一审判6个月，也毋过2个处长刑大赦，修复就爱开10万。行为人是一个游民啊，所以在市殿武庙方面是没有就民事上针对这方面来求偿，人工跟药剂的一些费用应该在10万左右吧。古迹上会当反映迄当时的信仰甲风俗，真有时代意义甲文化内涵。一旦毁损，真侪工艺甲历史价值拢会无法度复原，真歹恢复原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做伙来守护台湾猪。讲到咱台湾顶个月底才正做亚洲唯一3大猪只会的国家尔。想袂到这海巡署金门划巡队14巡查时阵，伫海面上发现一只死猪啊！采检了后，这只死猪呢有非洲猪只，是中国当地流行的病毒种。这农业部随做公告，讲这金门的猪肉含相关制品袂当运来到台湾本岛1礼拜。清风号3个防疫人员伫14半暝的时阵，甲倒伫金陵乡主湖三角堡海沙坡铺伫海面的死猪啊，刚到沙坡，收落来采样，后壁就直接伫遐甲小含台起来，而且对适合地下的躯壳彻底消毒。检验结果17出来，确认非洲猪只病毒核酸阳性，因数列含中国的第2金型非洲猪只病毒，小港都实在到100%。判定这海漂猪仍然是从中国飘进来的。第2金型就是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养猪场正在流行的，中国目前整个非洲猪瘟的疫情仍然没有停歇。二顶摆金门出现非洲猪只海漂猪已经要1年，农业部完全唔敢大意，虽公告讲金门生鲜猪肉含肉制品对17到23是禁止运到台湾。另外，伫海巡署这边嘛专门提管边境的管制含肉品的查验工作，而且阁出动这台背线式的电工检查仪。这个颜色就是它可以扫描，对，现在是可以扫描。啊，红光的时候就代表说它正在放出辐射。内容物是什么？肉排。
早起海巡署长周忠良去到金门寮岛上港来视察，宣布加派人力加强查验，尤其对疫区内的船只要100%安检。增加我们安检的能力，然后检查的力道，然后我们加强岸际的巡查。大陆的越界渔船，我们特别的加强登检，看他有没有携带这个来自疫区的这一个物品、肉类。我们目前国内的整个对猪病的防控呢，还是很高规格的。台湾5月底才拄比作亚洲唯一一个非洲猪济、传统猪济和口蹄疫三大猪病的非疫国，但还未满1个月，非洲猪济海漂低度入侵。中国今年除了香港有通报3个病例，其他的省市拢无通报的记录。防检署指出讲，对边境难检的违规肉品，非洲猪济优胜率有10%，表示亚洲的疫情嘛是严峻，防毒病毒的措施拢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金门、厦门的水性呢，这海域长期以来拢有人伫遐违法饲蚵仔，这几年范围是愈饲愈宽，甚至有业者呢会用这中国渔船来采蚵仔，也因为这活动范围就是金门、厦门的限制水域附近，变作是国安空旁路。海巡除了会掠这中国渔船，金门县政府也讲会和中国协调，把这蚵病拆掉。来挥舞杆子。中国渔港提德高做了海巡人员执法，对着渔民拒绝检查，海巡人员强势定准。金门海巡队第2个视察到金门的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挖界饲蚵仔。金门县政府过去敢若核准4公顷养殖区。挖金门厦门金限制水域线，离对岸厦门大约1.73海里，无寻到养殖业者用合法暗号非法，随年来扩大养殖范围，造成蚵仔病面积是愈来愈大，均达到72.38公顷，真最违建的珍珠海。业者找中国渔船挖界协助采蚵仔，行伫国安无清楚的地带，挖界烦恼论做国安的空旁缺失。金马棚分署已经查获金门养殖业者非法雇用中国人士从事养科作业，总计8船18人，其中6船14人已经经司法机关判决有期徒刑或罚金在案。虽然国安危机影响不至于那么大，但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两边的执法单位都应该依法来执法。金马批分署讲，总计查到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来饲蚵仔，这案件总计8船18人，没收5只中国籍的采蚵仔船，也搁有蚵仔13914公斤，蚵仔仔2万条。因那海委会去年11月启动跨部会协商，要解决违法蚵仔病问题。不过问题是金门县政府无讲的考虑。现在有请海巡单位加强查缉让他们现在也严防大陆渔船在进入我们槟榔屿水域这一带有争议的水域进行养殖作业。行政院已经开过2次会了，那目前是由金门县政府跟渔业署来做整个后续的处理。金门县政府讲，正继续甲中国协调调度的作业。海巡是强调会加强海协巡逻查处，严格禁止中国人士挖界来采蚵仔。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这国际太空产业，政府要打造台湾头一批6粒低轨通信卫星。头一粒呢，安装伫咧2027年发射。专家强调，进前有海底电缆线长期进行，那阵咱有发展低轨卫星，唔那保持通信，更较有战略上意义。在国际太空产业竞争，台湾当然嘛要加入。所以发展部2月公告第1摆新增卫星行动频段的开放，包括青年这国际卫星的星系会当落地来申请，和台湾加速对着国际的脚步。国科会嘛规划打造台湾第1批6粒低轨通信卫星，第1粒低轨卫星目前暗算是伫2017年来发射，其中关键的通信收载预算的部分是伫8.8亿，伫4月时阵，和美国的太空公司标着。台湾未来的这个低轨道通讯的发展，也能够带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要有自主的发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低轨的火箭，能够把低轨卫星带入低轨的轨道。国科会是希望会当透过阶段性的做法，全面建立台湾的卫星通信产业，而且发展太空经济。亲像打造的6粒低轨卫星内面，其中4粒会帮助各大的厂商透过国际合作的模式来发展，让厂商会当有系统整合的能力。4颗太空中心会把他们现有的技术，然后寄转给台湾的厂商，然后由台湾的厂商自己去做卫星，培养自己的卫星的厂商，就是所谓的系统商，那是整颗卫星都做。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低轨卫星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一些连线。那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授权来讲，在部署上面的成本可以降低。
专家强调，包括台澎3号海底电缆风高长长线的状况，透过发展加轨卫星，会当突破岛屿通信的限制。尤其伫战争的时阵，通信闹损是更较有战略的意义。不过，因为发展的成本真悬，伫国际上有的是用小风球来升空，也是快艇传送的方式，组织对外连线的能力，嘛是同款会当来保障通信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中有民众因为一年赚无150万，要申请到这新青安贷款，却互公股银行拒绝。八大公股银行表示，拢是照规定办理，无设无合理的标准。就这房产集团去做统计，讲一年赚120万到160万，贷款会当贷到7成外；要若赚80万以下、300万以上，贷款差不多是贷7成尔。真侪第一摆买厝的人拢想要用新青安的政策来买，但是到申请厝贷款的迄关，却定发现讲核准贷款无遐尼简单。有房屋集团统计今年第一季认定中心的资料显示讲，年收入120到160万的民众，会当得到上好的核贷的成数是72.96%。政策可以再更好一点，可以让我们觉得买房不要好像是要很久以后的事情。IT 产业好了，至少要大概5年左右，你大概到120万，30岁以前的吧。有点困难，他们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根据了解，今年第一季全台共年收区间贷款，年收无到80万的新贷族群占大多数，来到45.3%，表示讲年收入无到100万的，同款是买厝的主力。另外，年收入120到160的新贷的民众，核贷的成数有要7成3。不过，之前嘛是传出有民众因为年收无到150万，申请新青安贷款拒绝。目前党贷情况日益严重，尤其针对15坪以下的小套房。即使你是用新青安，8家公股行库也只有少数几家愿意承贷，愿意贷款给你，也要慎防不如预期。对市场传出有新青安冻贷款的状况，八大公股银行拢发声明强调讲，只要符合青安贷款的资格，也是无自有主体的人拢会当申请。当来看商业金控处贷款政策，富邦人寿宣布定受理房贷业务优惠利率是对2.5%开始，相关会当贷8成，年限上长会当到40年。专家讲，亲像2壳的新厝、2倍的老厝含有够细间的细间厝，这3种物件拢较歹贷。未来你可能要付出的每个月的房贷金额不要超过你收入的1/3，那这样相对来说，你核贷的成数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会比较好。专家提出新青安的宽限期敢若5年，5年后民众都要还本金加利息，呼吁民众买厝之前要做好财务评估，才袂互买厝变作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最近发函予地方政府，针对明年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要求地方政府家己爱负责一部分的经费。也若一寡地方政府是真反弹。内政部长刘世峰今日表示，2021年进前呢，中央和地方是做伙依照着财力来负担租金补贴的。即马有新的财划法，应该爱重新思考负担的比例。第23减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了。内政部伫最近国在发函，要求各县市家己调部分的租金补贴的经费，各县市爱家己调10%到40%，其中台北市40%是全台湾上悬，也引起各地方政府反弹。立法院3读通过，而且公告了财政收支划分法。那中央的收入减少，那地方的收入增加。那明年呢，在编制预算或概算的时候呢，可能要重新考量一下不同的这个筹编的比率。刘世峰讲，2021年进前，中央地方一直拢是按照财力来负担租金的补贴。要是因为中央的在税收入创新高，迄当阵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才会提出由中央全额负担。不过现阶段引用新的财划法，就应该重新考虑负担的比例。就是从这个没有讨论配套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乱修之后所形成的状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哈。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地方政府如果可以帮忙分摊，不能说这个对外说租金补贴这个成效有多好，都说是中央的功劳。那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通转嫁给地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便宜行事的做法，然后苛刻地方的做法，这个是错误的。希望这个内政部部长赶快修正。地方对于租金补贴爱家己总部分，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讲无法度理解中央讲是因为财划法3读通过摆脱无爽。另外，如果提出财划法实现，前后矛盾，逻辑错乱。
行政院统山各县市一般性补助款引起争议，桃市长张善政17日拜会行政院长杜永泰，针对桃市重大建设争取中央的支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署用奖金鼓励民众做法来检举这诈骗的车手，才过外月尔奖金拢发了咯。最近伫台北内湖有民众接到 NCC 的电话，讲伊的手机牵涉到诈骗犯罪，爱进行司法侦办，想袂到这拢是诈骗的手法，险险去互怪去。警方广告银行坐伫查某人身躯边一直苦劝，因为伊限制诈骗的款头。检查厂是什么东西？它就是假检警。30多岁被害者着急领80万，原来伊接到 NCC 的电话，被恐吓手机问号，牵涉诈欺犯罪，爱领出户头内底钱交予司法调查。啊，毋过为起初的 NCC 到了后的检察官助理，拢是诈骗的套路。该名于赖上有一自称检察长之男子有密切的通讯，远景向该名说明此为典型的诈骗手法。毋若是可能当诈骗，关键也探顺路时阵，掠到领钱的车手。你是不是来台湾工作？来台湾做这个领钱的工作 ？ATM 头前鬼鬼祟祟，这马来西亚的查某人，敢若20多岁，涉嫌超过诈骗集团，用员工的名义来台湾，说是领钱赚commission，即摆当场被涨掉。该嫌透过 Facebook 接触诈款来台提领赃款，持有6张本国提款卡及大量现金，均无法交代来源。警方掠车手除了主动发现，要真济时阵是靠被害者配合，调出车手面交。多个查某人受骗假投资3个月损失400多万，协助掠车手。啊，不过嫌犯被掠了后，讲是单纯的套路，唔知影。被害人将现金交付给车手时，遂上前进行压制。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地检署侦办。警方进行推动专项，提悬检举奖金，鼓励检举车手。啊，不过上路1个半月奖金已经发完，即马回归一般流程。啊，不过无论是毋是有这项计划，若是被害者身份协助警方掠车手，以上北市做例，拢无发奖金。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台南，讲到这假毒赛车案件，第2日的增加，调机关接讯时阵，别讲警方用的毒品快太刺激过期8个月啊，也即期可能会影响到执法的效果。警察局表示，讲过期的快太会回收，也会加强管控。外口刑事警察大队围起来，甲门弄开，就是要抓贩毒集团。日前淡市警察局才拄抓到重大毒品案件，受到国开肯定。不过淡市议员林启竹咧质询时，煞逼出即阵警察局咧使用的毒品快太刺激，竟然是过期8个月。这个过去近8个月，市长，你敢有要看一下？看咱的事迹会当超过8个月？不行。但是假毒赛车案件，逐当咧增加，去年也去创下新高的纪录。尤其即阵新型毒品多元化，像松西烟弹即类毒品，嘛有人假毒赛车发生真侪车祸事故。议员批想，若用过期的刺激，惊影响执法的效率。我们台南市的刑大很鬼扯，鬼扯到怎样？昨天对媒体访问，就媒体访问他，他回复就是说都没有半支试剂过期。你们同仁给我的呢，怎么会有过期？然后我了解的是，每个分局几乎都有好几百支。到现在你刑大你自己的刑大里面，我跟你要的试剂，你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给我，你到底是怎样？台南市警察局刑大是瘫痪了吗？民台指出，要抓假毒赛车、凭啉酒赛车更加困难，主要因为瓦度虽严重，就算驾驶量可疑，嘛要经过2礼拜送药去检验。伊建议中央通赶紧推动毒品快贷法制法，让基层警察通有法院通执行。警察局回应，过期的快贷汽车未给使用，日后会回收。本局将持续要求各单位加强管控试剂使用期限，针对逾期试剂落实销毁。议员建议通参考外国引进口腔液快贷器，通马上判断敢有食毒，嘛要求警察局全面盘点现有的快贷汽车效期，防止赛车食毒的案件继续恶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去年7月，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希望照顾台湾上百万的新住民家庭。不过调查显示，讲要照顾啥新住民，认为工资伤低、工时伤长，也有文化差异的问题。有8成新住民唔捌参加职业训练。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就要成立新住民发展署，协助新住民找头路，安排职业训练。朋友问说，那个黄是什么？是绿豆仁。
小街故乡的肉粽，伊是来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来台湾13冬，目前真拍拼咧做工课，兼3份的工课。除了伫学校做武技老师、法院做翻译以外，佮家己咧摆摊卖物件。毋过，若是想起拄来台湾的日子，也是互伊感觉真艰苦。应征别的工作，人家就当场就拒绝不录用，因为你讲话不是很听得懂，或者听不太懂台湾人，甚至有些时候会用台语，你根本听不懂的话，人家不太愿意。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目前台湾有7成9的新住民女性做的是专职工课，其中佮以制作业、服务业、摒扫工课占上济。当中有5成的新住民有拄到工资收低、工时收长和同事歹沟通的问题。排名第一的呢，当然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就业的媒合平台，然后同时呢，在他们职训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予一些免费的津贴，或者是托育上面的补助。比较辛苦的工作就丢给我们外配，那他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薪资真的还特别少。民团也建议政府爱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来协助新住民找头路、安排职业训练。因为调查显示，有8成的新住民拢无参加过职业训练。因认为，若是政府和企业愿意认真看重新住民有几件的优势，对想要新南向政策的企业也真有帮助。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民众在生活当中加使用客机，客家委员会发行所谓客家币，限定受到表扬的客机家庭通过客机认证的，也有18岁到49岁民众会当去领8月就当使用。为着要鼓励客机的传承，客家委员会除了在自治县市推动客机通行机，嘛鼓励民众加做客机家庭考客机检定。为着要进一步促进民众在生活中接触客机，行入客家庄消费，客委会头届甲所谓发展部中央银行合作，要来发行28万份1000块的所谓客家币。体育上也爱黏眼，我跳工嘛爱缝身，迄一个伞呢，是一个活的、生的，迄做得用的，所以。英国128都师从底部要进到市场里头啊，进到市场如何进到市场？俺们就想跟他就一个客家币，一个。客委会表示，有3种身份通领到客家币。第一种是受表扬的客机家庭成员；第二种是114年有通过客机认证的；第3种是18岁至49岁的民众，通透过订阅用抽考的方式来摕到。客委会表示，客家币有和11个县市合作，会当伫咧客家庄内底有大眼讲学的店家消费。有店家表示，家己真期待客家币的发行，希望透过自然的互动来增加讲客语的习惯。很多的家长因为有点断层的关系，就是比较不会教小朋友讲到自己的母语客家话这样子。尽可能的，我们都会推动一些地方的活动，来带我们的客家庄的小朋友，甚至于外县市小朋友来认识我们客家庄的文化，怎么讲客家话。客委会表示，民众领到客家币了后，只要提出客家币 QR code 予店家扫，就会使哩。使用期间对8月初1开始到明年6月30。客委会希望扩大客语的使用族群，让民众在咧消费过程当中通开喙讲客语，创造语言传承和促进客家庄经济的双赢局面。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有人伫咧困的时阵是讲甲真大声，影响厝内面的人。三军总病院指出讲，这真有可能就是困眠呼吸中止症。这款病若阵严重，可能会引起高血压、中风、失智、心肌塌，甚至有人困到一半就断去啊。一个4岁查甫囡仔困的时阵，讲甲大细声，长期困无饱眠，竟然出现恶冷、过动症的问题。后来爸母带去检查，才发现讲因年纪轻，就有重度的困眠呼吸中止症。他已经到了重度，而且的确是影响到他的注意力啊。就着自己的专业领域，应该是他要带那个呼吸器的，但是因为很舍不得，他这个时候就带机器睡觉，找中医才发现，居然这个吃了中药之后，就有很显著的改善。医生讲，困眠呼吸中止症治疗方式有真侪款，若是重度的病人1点钟就停止喘气超过30届，医生建议使用呼吸器来做治疗。若是中度轻度的民众，就当考虑用中药，也是止骨起套来做治疗。医生讲，阿少的民众喙齿较高，去得到气管，造成喘气喘袂过。病人在睡觉的时候，他的下巴会因为地心引力不自觉的下垂，可能会压到气管。那我们止鼾牙套就像一只温柔的人工呼吸的手，
轻轻在睡觉的时候，轻轻的把这个下巴给往前拖住。医生也提醒，不管是倒一款的治疗方式，拢爱长期治疗一世人，因为这款病是无遐多好完全的，而且困眠、呼吸中止症，毋是干那讲尔，无治疗恐惊引起中风、失智、心梗塌，严重的话，佫会困的人就无去啊。记者第一线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针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美国总统川普17调开国安会议，也发文讲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是受攻击目标，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也若哈米尼是发文宣布战争已经开始啊，伊朗也用极音速飞弹对付以色列。美国要用军事或者是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这几天就是关键。美国总统川普17下昼伫白宫正正式召开达到80分钟的公开会议，讨论今时要协助以色列攻击，同时也甲以色列总理纳塔扬胡通话，伫为加拿大七大工业国峰会提前回国的空军1号上，川普对伊朗下令袂当有核武的红线。川普17也连续伫社群媒体发文，讲已经完全掌控伊朗领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是真简单解决的目标，也毋过暂时未进行刺杀，也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哈米尼也发文强调，战役已经开始，更加限制伊朗官员使用行动通信设备。美国国务院17对美国公民发布旅游警示，无建议去伊朗、以色列加伊拉克。美国驻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使馆17起关3天。当地加拿大出席7国领袖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17强调，想要改变伊朗政权局势会陷入混乱，也呼吁川普三思。Je ne l'ai jamais vu se joindre à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Donc je pense en effet qu'il essaie de mettre la pression dans cette situation. 伊朗18对以色列发射叫做“法塔”的极音速飞弹，讲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击着以军的空军基地。以色列是讲击着位伫伊朗首都德黑兰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设备。专家指出，川普政府目前有2种选择，一种是答应以色列要求用条不客气炸弹攻击伊朗位伫福尔多的地下核储设施，技术是透过外交来解决。This would involve ending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Iran agreeing to not controlling any uranium enrichment capability, and then in retur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ift economic sanctions. 美国白宫当日讨论由中东特使李科夫甲伊朗外长伫这礼拜会面，协商设计核协议甲以色列伊朗的停火。会议成果为了下正做川普决定伊朗命运的关键指标。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向中东高效征兵，多辆航母打击群，也侦察战斗机甲空中加油机前往欧洲基地，经过民调机构。又搁袂重新调查，有6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设置这场冲突，只有16%支持。国际全球机会介绍，17起是等10%创5个月的新高，每趟来到74块840美金。公司新闻警员김빈혁。为了应对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伫咧瑞士开发一种工业用的机器人，有世界级的监测器、先进的运动能力和人工智慧伫咧控制，可以当学习完成各种的工业应用。人口结构变化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市场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亚洲甲西方侪国家劳力密集，技术性嘅产业是愈来愈歹找到人来做。也若大多数的工业机器人，像是固定手骨进行焊接、喷材甲装备，伊个也是高科技的产品。这间设伫的瑞士苏黎世科技工业公司，就利用先进的 AI 人工智慧甲二体装置，提升机器人的能力。And what exactly will you showcase? We can go over stairs, we can move rapidly, we can pick and place multiple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can even scan a door for defects. 伊因配备世界级的监测器组合，22个监测器加12个摄影机，有先进的运动能力。人工智慧驱动的任务控制，可以使现学现用，来执行各式各样工业的应用。Yeah, so previously you've seen that we use a headset to record our hand motion data, and that is being used to train AI neural network. We call it imitation learning. So basically the motion of the human is replicated onto the humanoid, and then the task is being carried out autonomously. 美国银行有测，随人工智慧加二体技术的进展，到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年出货量会达到100万台。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1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